你们带一个没多客栈，那侬客栈方面话，行业面的都做侬客栈方面话，面话是客栈，北海道帝都头尾，我到九度九凹，北海道。海岛帝都头岛头尾，头尾，我到九度九凹。九度九凹，北海道。北海道帝都头尾，我到九度九凹。北海道帝都，帝就是人寿，人就是人，头到头尾，到头到尾，我到九度九凹，他就得救了。北海道帝都。头到头尾，我到九度九凹，地就是忍受的忍，地。要煮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